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殡葬行业，聊一聊消费降级消费降级大家都知道，从口罩以来，肉眼可见的消费是在降级，尤其是恒大暴雷以来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消费降级的这个现象，不是什么什么买不起，而是什么什么更有性价比。这个淄博烧烤突然火起来，奔驰、宝马这些 4S 店纷纷关门暴雷，豪车名表卖不掉，茅台是吧在降价吧，这都是在消费降级国外的那些奢侈品公司是不是业绩都在下滑？他们都有一条共同的原因，就是中国市场低迷拖累了他们的业绩。这些消费降级咱们还能理解，你能想象得到这个殡葬行业它也消费降级吗？在我们当下这个我们叫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我们逐步进入一个老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暴利行业殡葬业居然越干越亏损，上哪儿说理去找谁说理去？昨天这个创业邦它有一个报道，名字就叫中国殡葬业在老龄社会干亏了，对吧？这个在过去这是稳赚不赔的，而且是个暴利行业为什么暴利呢？这大家都知道，一个是垄断，第二个主要是忌讳。大家很少有人会在这个事情上面跟人家去计较，都是一口价，而且别无分店，所以你说他那个利润他想怎么定怎么定。但是就这样的行业居然现在干亏损，发生什么了？文章说在中国平均每天有超过2.8万人离世，这使得殡葬业被长期视为市场中最能抵御周期的永恒赛道。毕竟无论经济如何波动，人生的终点不会改变。随着入殓师、人生大事等电影热映，00后入殓师等话题频频登上社交媒体热搜，殡葬这件事逐渐被大众关注，不再是忌惮提及、闻之色变的事情。但是如今殡葬业的日子也不好过了，为什么呢？8月29日，殡葬第一股福寿园发布2025年中期报告，确认了此前的预亏预警，上半年净亏损高达2.6亿元。你说这个稳赚不赔的赛道，福寿园是中国的这个殡葬行业头部企业居然上半年亏2.6亿。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房企亏损我知道，咱们经常聊这房企亏损它主要两方面，一方面这个房价在下跌，这个导致它卖的房子卖的越多的赔的越多。第二个是因为房价下跌呢，他手上自持的那些房产缩水，他要做计提，所以房企亏损严重。你看万科对吧，上半年一亏200亿，那你说这个福寿园你的亏损从哪儿来呢？难道他那个墓地又贬值了吗？是他那些骨灰盒、花圈对吧，那些祭品卖不掉吗？关键这还不是福寿园一家，如果是就他一家亏损，那是他经营不善或者有特殊原因。包括福寿园在内多个上市殡葬企业营收集体下滑，死的人越来越多，老龄化吗？但是为什么这些殡葬行业收入还在下降呢？在一个需求只增不减的行业里，这门看似最稳固的生意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作为殡葬第一股福寿园陷入亏损。相比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是一个更大更稳定的刚需。前瞻产业研究院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殡葬服务市场规模达到1700亿元，预计在2026年会攀升至4100亿元。殡葬行业5个上市民营公司里，福寿园是其中的龙头企业，市值占比最大。2013年，福寿园在港交所挂牌，一举成为内地殡葬第一股，也曾被称为墓地的茅台。其业务核心是高端墓地服务。深入理解福寿园的生意经，需要先看清殡葬业的业务构成。根据民政部发布的殡葬服务项目分类，殡葬服务可分为殡和葬两大部分。殡主要涵盖遗体处理，也就是火化殡仪服务其中火化服务由政府严格管控并定价，利润空间极小。殡仪馆负责遗体接运、冷藏、骨灰存放等基础服务，其余小部分个性化项目才能由市场自主定价。相比之下，葬为骨灰提供安息之所的服务则存在更大的商业空间。公益性公墓不以盈利为目的，且通常设有户口限制，大多数人会购买由私营企业负责的经营性墓地。殡葬公司很难在殡的环节赚取利润，他们的功夫就选择下在另一个地方，即为逝者打造豪华房，也就是高端墓地。也就是按照这个文章的说法，在殡这一块不太容易赚钱，就是高毛利但是在葬这块就是可以提供叫高端墓地个性化服务。关于殡这一块
块啊，也就是火化这一块，大家还记得吧？口罩期间突然放开的时候，很多媒体报道啊，那个北京是不是各大殡仪馆叫尸满为患，根本就放不下。有媒体报道对吧？有很多人中招了，死了，殡仪馆都不拉，因为拉不了，接纳不了。然后很多家属没办法，自己花钱，那你不能摆在家里啊，自己花钱把它运到河北，对吧？各个县城找人，对吧？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拉到河北去火化，然后要给人家5万或者8万，甚至还10万。大家还印象吧？我记得口罩期间咱们天天做节目，这个惨象，就这个你还得托人呢。那你说这些搞殡葬行业的这些人赚了多少钱？这是题外话啊。我们接着看这文章，豪华房有多贵？一块小小的木屑动辄10万块，这个咱们以前媒体报道的啊。这个很多这个木屑的那个价格啊，如果按平米算的话，已经比上海那个豪宅都要贵。财报数据显示，从2018年到2023年，福寿园的经营性木屑平均销售单价10.25万元一个，上涨至11.95万元一个。2024年这个数字达到12.12万元一个。在高端领域，木屑的昂贵不仅在于墓地的方位和地段，更在于墓碑的定制化。说墓碑不再是一块石碑加上艺术字那么简单，更多的是那些和逝者过往人生紧密勾连的设计。经典国产动画《大闹天宫》的导演万籁林被誉为中国动画电影之父，他于1997年逝世。墓碑位于上海福寿园，那座墓碑被设计成了一卷电影胶卷的形状，上方做着大闹天宫的悟空形象，一手持金箍棒，一手托着蟠桃。但这样一门看似长红的生意，已经逐渐展露疲态。福寿园今年中期财报显示，亏的钱以亿为单位。截至2025年6月30日，上半年福寿园的收入总额约为6.1亿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相比骤减45%。其中大部分亏损源自福寿园的核心业务墓园服务，其收入从2024年同期9.06亿元暴跌至4.77亿元。也就是说啊，这殡葬行业里面的高端服务暴跌，那还不是消费降级吗？有钱人烧不起了。说数据清晰地揭示了一个殡葬业的事实：消费端不买账了，人们开始不买墓地，或者说不再购买那么昂贵的墓地了。财报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福寿园经营性墓穴的销售数量6253座，较去年同期6704座减少了6.7%。购买的人在减少，平均销售单价较去年同期减少5.7万元一座。你看看啊，这就像极了房地产，对吧？销量在下降，价格也在下降，这不就是跟房地产一样吗？只不过一个是卖给死人的，一个卖给活人，对吧？一个给死人用的，一个给活人用的，都是聋子。事实上，在2024年福寿园的经营性墓穴销量就比2023年减少了超过3800个，导致收入减少4.35亿元，公司总营收也因此同比下滑21%。你看啊，也就是从2023年开始一路在下滑，从近12万元的豪华房改善型，对吧？这就相当于那个上海的那个日光盘12万元啊，到如今均价6万元的刚需房，这6万是刚需。福寿园中期报告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号：愿意为高端墓葬服务支付高昂溢价的人正变得越来越少。这个非常符合现在的这个消费趋势啊，对吧？这个 BBA 啊 4S 店都在爆雷，对吧？上海的高端那个餐饮店呢，对吧？倒闭了一大半。北京的规模以上的餐饮都不赚钱，规模以上的住宿，对吧？酒店也不赚钱，也就是大家不消费了嘛。茅台卖不动，那你说你的高端墓地卖给谁呢？这个文章说啊，钱包空了，观念变了。福寿园的业绩滑坡并非个案，龙头企业的困境正是整个殡葬业态巨变的一个缩影。进入2025年，整个行业趋势仍在延续。上市公司安贤园、万同源和中国生命集团主要业务都是殡葬服务，在今年中期报告中，他们均提及殡葬收入承压出现亏损，所以不是一家的事啊，这整个行业都不行了。这与我们基于人口趋势的普遍认知形成较大的反差。据2024年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2024年末，60岁以上的老年人人口已突破3.1亿元。国家卫健委测算，预计到2035年左右将突破4亿，中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的阶段。同时啊，持续的城镇化进程也在催生对殡葬服
服务的庞大需求，一边是不断扩大的潜在市场，另一边却是上市公司集体下滑的营收。矛盾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最直接的原因是经济环境的变化，消费者愿意花或者说能够花在殡葬服务的钱变少了。这个福寿园在其财报中坦言，业绩下滑的直接原因是客户的消费行为趋向谨慎，说的比较委婉啊，也就是客户不愿意再花钱了，能少花就少花。为了应对变化，公司不得不调整产品结构，增加中间位区间的供给，也就是多增加刚需房啊，刚需墓地。说另外，福寿园过去在山东、江西和河北等地收购的一些项目，由于经营环境不佳，和当年的收购价形成倒挂，收购的项目也发生亏损，对吧？就是山东啊、江西啊这些地方的墓地，以前收的时候价格估计比较高，那现在这些地方现在经济发展都不好，都是欠发达，本来是跟那个房地产一样啊，就是说那个房价一直涨，那当然了，那个墓地的价格也是一直涨，对吧？大家都在这种惯性思维里面，结果山东、江西、河北从房地产看这些地方也不行啊，这些地方肯定下降最快啊，所以说啊，这个福寿园收的这些地方的资产都在贬值，经营不善，越卖越亏。当然了，这个文章也说啊，他说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太平洋的另一边，也就是美国啊，好像也类似。他说根据美国全国殡仪主管协会2024年的报告，由于消费者可支配收入下降，人们开始寻求更具成本效益的殡葬选择，并简化仪式流程。当活着的人都为生活发愁时，为逝者购置豪华房的意愿和能力自然会大打折扣。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民政学院特聘教授杨根来指出，经济下行周期里，丧葬开支减少是正常的，人们的殡葬消费观念变得愈发理性。殡葬业的服务对象是死者，但显而易见，真实的客户是背后的生者。有殡葬从业者在接受人物采访时表示，同行们都明白，做殡葬看似是服务逝者，但其本质是服务生者。复杂的殡葬服务本质上是一种服务，是一种情绪消费，通过精心设计的仪式如华丽的装饰，弥补生者可能怀有的对死者的歉疚，或是营造盛大的场面，满足生者对亡者的纪念，维持表面上的体面与尊贵。在一项对上海殡葬公司的田野调查中，研究者谭沈怡发现，一些殡仪公司在医院冰冷的太平间精心布置豪华告别室，放置雕花座椅和装饰画，用柔和灯光和鲜花隔绝福尔马林的气味，其核心卖点也是情绪价值。很多家属会希望逝者走得体面，殡仪公司正是利用了这一心态。但如今这种曾被视为刚需的大额消费开始发生动摇，人们逐渐少买、不买墓地、精简殡葬仪式等等，选择生态安葬方式人数逐渐攀升。以上海为例，海葬、树葬、草坪葬等节地生态安葬方式正受到越来越多市民的青睐。民政局还会为节地生态安葬补贴1000元，那很多人恐怕就选择这种海葬啊、树葬，至少是不会花12万去买个墓地。经济考量之外是观念的变化，活着的人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他们在这件事上的花费，而当今社会的人们对告别观念发生了较大的转变。近年来，很多影视作品都传递了对死亡和丧葬的态度。电影《入殓师》没有聚焦葬礼的奢华，而是通过聚焦主角对逝者专业和尊重，传递告别的本质，是对生命最后的守护。也就是说啊，大家观念在发生变化，大操大办啊，花钱体面，这个越来越为年轻人所不能接受。当传统价值观受到挑战，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体面的定义。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相比如一场给活人看的盛大葬礼，与逝者真诚安静的告别，或是一种更具个人印记的方式被铭记，或许更为重要。说到这里，我也想起了这个咱们讲的《红楼梦》啊，《红楼梦》前面啊第5回还是第几回啊，这秦可卿的葬礼盛大豪华，规格非常高，对吧？就他那个棺材，那都不是说1000两、几千两能买来的，那是限量款、定制款。当人问这个贾珍要怎么操办的时候，贾珍说啊，还能怎么办？倾其所有，专门交代王熙凤不要给我省钱，钱花的越多越好。这个
就像这个文章里说的一样啊，那贾珍为什么这样呢？实际上就是为了掩盖或者这个补偿他心里的内疚啊，连这个贾政都看不过去啊，对吧？贾政是贾珍的叔叔啊，堂叔啊，劝他啊，搞一副普通的棺材就行了，对吧？这么好的棺材，怕他压不住啊，享受不了。这个文章说啊，镇痛里转型走向人文关怀，为殡葬市场踩下刹车的，一是降温的消费者需求，另一个是加强的政策监管。天价墓、殡葬暴利等问题曾多次被社会关注。近年，国家倡导公益殡葬，强调殡葬服务具有基本民生属性。2025年4月，民政部发布《殡葬管理条例》，指明要加强殡葬管理，强化行业的公益导向。2024年10月，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议在北京召开，启动了一项为期1年的整治行动。墓地行业的暴利模式根基已经被动摇，依赖土地稀缺性来获取高额利润的类房地产模式已经能够看到尽头。殡葬业卖地的时代就要落幕，从业者们已经在思考下一步起义，数字化似乎成了一棵救命稻草。这文章最后说啊，殡葬行业的转型，说转型看似热闹，但商业模式在其中已然发生巨变。过去一单墓地销售就有10几万收入，但数字化产品可能一单仅有几百元、上千元。盈利能力的超级鸿沟意味着企业需要服务成百上千个客户，才能弥补失去一个墓地客户的亏空。实际上，这个按照互联网企业的说法啊，你这么搞是不赚钱的。为什么呢？UP值太低，就本来死一个人，你卖墓地就能卖到12万，再加上杂七杂八的20万要收他的，就一个用户啊，一个死者给你这个殡葬企业要带来20万的收入。你现在这么一搞，你只能赚了2000块，UP值下降几十倍上100倍。那你要弥补收入的话，难道你还指望着成倍的死人吗？所以这个账一算就明白了啊，你这个殡葬行业跟房地产是一样的，也面临着暴雷啊。在过去几十年间，殡葬业的核心能力是资源获取和销售，但随着战略转向人文关怀这类服务后，所需要的却是同理心、专业服务体系和长线运营。一旦企业习惯赚快钱、硬销售的方式，再转去运营一个需要大量情感投入且利润较低的服务体系，其难度可想而知。福寿园财报显示啊，相比2024年同期，被寄予厚望的生前契约签约量也出现了下降。殡葬业旧有的盈利模式正在瓦解，而新的模式仍在迷雾之中。整个行业正从高增长的类房产模式努力向充满人文关怀的服务业转型。福寿园的亏损正是这一阵痛的缩影。想要幸存下来的企业都必须在卖资产到卖服务的转变中寻找到人文价值与商业利润的平衡点。说1000到1万啊，就是经济下行导致的，大家勒紧裤腰带，消费降级。大家琢磨琢磨啊，就是我们说的不是特别尊重的话啊，你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教培机构，对吧？那个兴趣班，比如说体育培训机构，篮球、羽毛球、足球都纷纷爆雷啊。咱们以前说过啊，这不就是家长的收入低了吗？家长收入低了，他就要审视孩子，你去报这个篮球班有什么用啊？锻炼身体，你不能在公园跑步吗？那一节课要300块，是吧？就是家长他就会考虑，我每花1分钱值不值？因为以前赚钱容易啊，就无所谓。现在赚不到钱，家长要失业了，按揭贷款还要还，孩子这边学费，对吧？所以说他就开始算。你想想，给活人花的钱都开始算计了，那给死人花钱他能不算计吗？所以说这个，对吧？这给小孩花钱都算计了，你说给死人花钱，他怎么可能大方呢？他没钱呢，没法大方，所以他就降级。过去啊，这个殡葬行业乱象，对吧？他乱收费，大家虽然埋怨，但是因为比较忌讳嘛，所以很少有人去真的跟这个较劲，所以大家还是老老实实掏钱。为什么？你有钱呢？你的心态跟贾珍是有点像啊，就感觉花了钱就，对吧？我就能弥补自己的一些这个情感需求。生前对他不是太好，或者生前有愧对的地方。有的说生前虽然也挺好的，但是毕竟这是最后一哆嗦了，对吧？最后一程不差这点，所以基础前提是你有钱啊，那个时候收入还可以，所以说这个就无所谓。现在你已经赚不到钱了，工作都保不住，对吧？按揭贷款都还不了了，孩子都养不起了，谁还在这上面花钱呢？所以你这个殡葬行业你就是垄断，你就是要收高价，人家也不给你，是吧？有媒体报道吧，有的家属啊就偷偷摸摸的啊把那个骨灰撒到河里去，然后这个执法部门是吧还管，还罚
款，未经允许私自什么抛洒，这咱的媒体都报道过，那家属人家反正是往河里撒、海里撒，我自己撒，为啥让你们撒呢？给你钱不都一样吗？还有树葬的啊，人家偷偷摸摸去葬了，你管得着吗？你能管得着人家往哪个树下埋吗？活人都活不起了，谁还顾死人呢？所以说啊，这个说来说去就是经济下行啊，其他的理由什么整顿呐、什么这个那个的，那都是皮毛。最后又要说到这个《红楼梦》，对吧？那个整个的《红楼梦》啊，贾府死的第一个人就是秦可卿，那正是啊，相对来说还是贾府比较风光的时候，所以宁国府贾珍他还有钱花得起。等到后面对吧，后40回再死人，贾府都没钱了，已经暴雷了，王熙凤也没钱，王夫人没钱，贾母也没钱，把整个贾府搜来搜去，连一根好的人参都找不到。王熙凤在外面放的高利贷收不回来，对吧？那些下面的丫鬟那些小姐都希望提前啊把下个月的工资领了，因为他们缺钱，想提前预支工资，整个贾府上下都缺钱。那个时候再死人顾不上了，不也是降级吗？一个道理啊，经济不行了。说到人文关怀，最后我们再聊一下啊，就在上个月啊，10来天前吧，发生在安徽阜阳颍上县。有一个村民啊，在网上发了一段视频，他那个视频就跟农村是一样的，就是那个人呐、断气了，然后就用那个门板。《红楼梦》上有个专有名词啊，就我忘了，叫停，它叫停床，就是人死了之后从床上挪下来，挪到门板上，然后搁在那个客厅里面。按照这个拍视频的这村民说法，他说那人还没死，但是就这个时候啊，村里的干部上门交涉，说就是工作人员呢要求他们拉去火化，那这家属就情绪激动啊，说人还没死呢，凭啥就去火化啊？后来官方啊出来回应，发布了道歉声明，说巧了啊，说不是说这家人死人了，这些工作人员跑去要求他火化，而是巧了，正好这些工作人员在这个村里面到处宣传火化这个政策，就这么赶巧碰见他们家正好，所以他就正在给他们宣讲政策啊，这都是误会啊，不是说人还没死就拉去火化。我看媒体报道啊，说在老人病重未逝的敏感时刻，工作人员上门提及殡葬相关事宜，无疑触碰了家属的情感底线。中国人对生死之事向来怀有敬畏之心，尤其在老人生命垂危之际，家属本就满心焦虑与悲痛，任何与死亡相关的话题在这一刻都会视为禁忌。工作人员在此时开展宣传，即便政策初衷是好的，也会让家属有种种被冒犯的感觉。红星镇人民政府就此事进行道歉是必要的，但相对于此，相关工作人员在宣传过程中所暴露出的工作简单、方法不当等问题，更需引起重视。说实话啊，就作为从农村出来的，一看这个视频，一看这个报道，就知道有猫腻啊。问题在哪？问题不在于说这个人没死就要他火化，问题在于是火化，因为很多农村人家不愿意火化，人家要土葬。那这个地方政府，有的地方政府他就追求这种叫什么移风易俗，他非得要火化，那就受到抵触。至于说这个人还没死，你就上门说要求人家火化，这都是一些借口啊，这都是为了把这情绪炒起来。你看人还没死，他就要求火化了，这还有天理啊！实际上人要没死的话，不应该往那个门板上放，不应该停床，怎么可能呢？人还没死，还没断气。农村有一套手续的啊，就是有一套程序的，就是判断这个人死没死，死了断气了才会往那个才停床，往门板上放。这不可能，他说还没死呢，就把他往门板上放，那你太伤人了吧？那才对那个死者不尊重啊，对吧？实际上说明什么？说明农村的村民人不愿意火化，人家土葬。所以问题在这儿，有没有必要这么强力的推火化？推火葬的理由是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土葬？城里面对吧，实行这个火化说得过去，农村里面有这必要吗？所以这要打一个问号。总之啊，现在经济不行，各行各业啊都遇到困难，连这个暴利行业都撑不下去了，还有其他行业，什么行业能扛得住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